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立法院要拼总预算案伫休会进前表决通过，有部分预算红抬到剩1块。行政院长邓云台讲，这是毁灭中华民国的头一步。川普伫台湾时间2透早1点要就职，针对 TikTok 伫1月19停止营运。川普表示讲，美国要有 TikTok 一半的所有权。今仔开始，8间银行提供换新钱的服务。早起，但要换钱的人排队是排甲路长。来看立法院这个会期，明仔载就要休会咯。114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阁还未审查完成。若被进前台独939亿外，是占总预算的3%。阁有包括台电1000亿的补贴无，阁有冻结国造唱水南的预算顶600万，拢要赶伫休会进前来表决。今仔早起，民进党是话讲要为人民的福祉来抢救预算，在野党是强调讲要为人民来顾好立地啊。不过，枪嘛批评行政院长邓英泰，若未晓执政，请先写随辞职落台。针对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立法院20早继续进行表决。进前通案的部分，台检的金额达到939亿7500万，占总预算的3%。其他国会委员提案大约是600多案，是要赶伫2日休会进前完成。他们各部会删的哈，包括冻结的，总共4200亿，因为冻结绝对不可能解冻的，好，他们200就过半嘛，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跟我们协商啊，这是非常狠的，让国家毁灭，让国家没有办法运作。执政党发声讲要抢救预算，尤其坚持唱水南国造的20亿爱全数照列，袂当冻结。在野党是一直强调要抬对台电的1000亿拨补，并且强调是要看好人民的钱。中央政府编列了史上最高的总预算，高达了将近3兆2000亿，即使扣掉了删减数，手上还有2兆9000亿，你还不知道要怎么施政的话，我们必须要说，无能的卓荣泰，请你下台。民进党哈，你要不要去看看马斯克对政府预算做尊节？人家喊出来是要砍2兆美金呢，就要问卓荣泰，你随便一个鸡蛋你就浪费国家5亿，你随便一个光电的弊案10亿100亿起跳，删3%。到底是怎么样让政府会关门啊？在野党认为讲，政府今年的预算编列创下历史新高，政府也无比民进党完全执政的时期较低。民进党是呼吁拿八爱斟酌思考国家的风险，唔通滥删太预算，落尾是会致使民众生活受到影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会今仔明仔载2天，要拼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表决通过。行政院长邓英泰今仔搁再带部会首长开记者会，因批评在野党实在伤含糊，太遮尔济预算会严重影响到政府的运作。有立委是提案要甲数位发展部和 NCC 等部会预算抬到剩1块，院长是讲这是毁灭中华民国的头一步。这种水桶的预算审计方式是前所未见，也是一种非常恶意对政府全盘让我们自爱难行的一个起源。第二届清新上会线，行政院长邓英泰搁再带领部会首长举行记者会，因为顶礼拜立法院会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以同案抬调939亿外，20早2日是要答案表决700外个台检冻结的案，金额可能有4000亿。邓英泰讲，预算的台检数恐惊比永年增加4.8到6.9倍。批评在野党非常离经，安尼抬预算，敢若会伤害到家己人。这2806亿都是过去比较少没有的今年的新增计划。陈慧珍委员也就算了，黄国昌委员可能是目前忙着选党主席，忘记了知道政府新做了多少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疏忽是故意的，是恶意的。所以这是一个轻痛仇快的预算审查，宵小非常的得意，炸团顺利的得手，国家的力量被削减，我们的竞争国迎头赶上，敌对的中国会非常的满意，已经开始称赞了。
甲这形容做是若像一场预算风暴扫台湾。杜永泰阁指出，若被党团提案甲数发部、NCC 等部会预算抬到剩1块，是毁灭中华民国的第一步。呼吁各会应该听民意，即时停手，若无会严重冲击到政府机关甲相关的产业。在野党又提出要把我们业务费直接砍成1块钱，简单说就是陆委会所有的业务，包括这个反渗透、反宣传、反统战，然后情资收集、研判等等这些都不用做了。包括警政、消防、空勤入出国管理，这些都是365天、24小时不能够关灯关门的。本来是动7成，现在变成动3成，但是我们认为呢，1毛也没有办法动。也若外界关注这大条预算，若真正互汰掉，行政院要安怎应用？杜永泰回应讲，行政院正做是上悬的行政机关，有关的要求各部会正常照期间进行。也若总统敢会出面协调，杜永泰是表示，大总统会根据宪法的职权，以总统的监督来行使国会作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嘛冻结态度真侪笔客委会预算，引起客家族群的不满。今仔早起，南部地区有12个客家团体做伙站出来反对恶意台检，因话讲乌白台预算客月会长。有团体阁讲，若被两党的做法是一种种族的迫害，爱因未来在选举的时，莫阁讲家己是客人。减预算，客化委团。大声发出口号，爱立贵行预算，针对在野党立贵联手要抬中央的总预算，其中客规划114年度的业务经费，互人冻结30%，媒体宣传费1亿329万5千块，抬掉60%，做一摆多买6200万，引起客家族群的强烈反弹。客委会在各部会里面预算是最少的，那结果还要去删除，还要冻结，那我们客家的权益要怎么样的维护？少数族群的部会的预算，把它做不讲理由的，把它大部分的删减，这个是对台湾价值的否定。根据客委会资料，台湾有2300万人，其中客家族群有将近467万，占总人口的19.8%。高雄客家青年会理事长讲，这大部分的宣传经费拢是用来推销客家文化的费用。这几年透过歌曲、戏剧的推销，真无简单，才互少年人对客家文化产生兴趣。大家开始来学讲客语，现在宣传经费大减，定期是要靠因的紧。这是对少数民族的种族迫害。不要到选举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客家人，每一个到选举的时候拢台家后，到了真正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来砍我们的预算。因为立法院22日因2天拢伫进行总预算的表决，20早起南部地区有12个客家团体最近召开记者会，针对客家族群要求撤回台预算的诉求，提案人国民党立法委员林思明办公室回应讲，林思明是针对业务会费来监督执行效率，只要客委会提出详细书面报告，就会当改动。若媒体宣传费的部分是国民党团的意见，伊无法度来代表回应。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台电到去年底了超过4200亿，原本行政院是编今年跟明年要拨补台电计共2000亿预算，也毋过互在野党全部拢抬掉。台电、台糖、台水甲中油4大国营事业的工会联合声明指出讲，台电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燃料起价，佮加上过去电价上涨，呼吁立法院就爱支持台电的预算。台电嘛强调讲，有政府2000亿拨补的预算，台电的财务才袂继续恶化，嘛才会当来维持电价。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按算要抬拨补台电的2000亿预算。台电工会甲台糖、台水佮中油共同发联合声明表示，台电过去受到俄乌战争、燃料大起，过去3年4届调电钱，为了照顾民生，无法度合理反映电钱，恳请立法院优先考量国家供电安全利益，稳定政策甲资源支持台电的预算。如果政府它对于民生用电要继续采取动涨，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一方面政府就是要用补贴的方式来改善台电的一个财务。根据台电估计的今年财务状况，2021年累计亏损阁无到500亿，2022年当年亏损2000多亿，2023年也亏损强要2000亿。统计到去年年底，台电累计亏损已经超过4200亿。
希望有一个健全的财务去支撑整个台电，它必须要去维持稳供，它所要带领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我们的经营的资金，还有我们正常的维护的一些成本的投入。台电的工会表示，对2022年到2024年，台电计共吸收2800多亿的电钱成本，即马是每卖1度电就亏损大约1块。有其他的专家分析讲，若准无2000亿的拨补，未来电钱1度可能会调起大约8仙。工商业界涨电价或者台电停电，或者是民生受苦啊，都是不愿意见到的。要全民调整，不可以只对企业开刀，要企业来负全部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政府的能源政策不调整，全民必须要负担。民生电钱敢会因为立法院拨补台电的预算卡条例，伫电钱审议会当中敢会改变起的计效？民众甲国产业是高度关注。毕竟电钱一起，物价真歹唔对得起，恐惊会搁再增加民众的生活压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愈我过年物件是愈来愈贵。农业部统计，菜市计销起24%，果子嘛起17.5%，花是起要3成。农业部嘛协调北农来增加供应量。另外，中油嘛宣布讲，今仔开始汽油是起4角，柴油起2角。按压油枪加油，加油中。车一台刷一台，开入自助加油区。拜六下晡人也是袂少。19中昼，台湾中油公司宣布，汽油、柴油要分别起4角甲2角，并且对20:00点开始就生效。袂少人是赶伫起价进前就赶紧先来加油。好像涨蛮多的，对啊。就是上礼拜就是也涨0.5，蛮心痛的，荷包缩水。当然，就比以前来讲的话，是比以前油价贵了。袂少民众讲变贵啊，毋若即礼拜、顶礼拜上款汽油起5角，柴油起6角，2礼拜来汽油、柴油拢起1块啊。虽然国际油价继续起价，但过为着要互民众过一个好年，中油过年连续2礼拜汽柴油采取起价袂调价、落价调价。二月底进前，天然气加汤装的价数继续会袂起。那个水果一个樱桃一盒要800多块，哇！之前可能350之类的，现在就是称重的1斤。对，就贵一点。你过年刚剩1礼拜，根据农业部统计，今年青菜水果拢起价，像是香蕉起到100外块1斤，蘑菇柑也起到80几块。整体算来，青菜价销大起24%，水果起伏17.5%。另外，要毛猪受到低流行性的落屎，也有南耳病症影响，交易平均价销最近达到每公斤98块。原来过年下尾年节花整体起30.9%。菊花比较贵，因为可能是台风天的关系吧。基期因素哈，这个1月的 CPI 年增率搞不好，甚至这个接近3% 都有可能。好，但是在第1季之后会来到央行设定的 2% 以下。专家分析，主要是受到年岁短期影响，加上2025年台票有希望行悬，起价有价2月就恢复。农业部也协调北农增加青菜水果货供应量来稳定年岁物价。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日前和平分析讲，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过去3冬气候的通货膨胀造成家庭的开销平均是增加超过8000块。环境部是认为极端气候造成农损农产品起价，敢会当算是通货膨胀咧？这是爱个讨论。也毋过嘛强调讲，积极减碳的目标，政府甲环保团体拢同款。穿好成礼，摆好柑仔做啊，民众备好年货要来过年，毋过钱敢若是愈来愈薄。绿色和平指出，台湾为2022年开始，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连续3年超过2%。嘛，进一步根据主计处各经济部的资料指出，这3年来食物类佮客家类，和家庭加支出累积超过8000块。气候通膨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气候变迁已经冲击到我们的民生经济。绿色和平指出，正热的天气造成民众开冷气的时间愈来愈长，支出的电费将近3年累积将近1000块。蔬菜水果起佫较明显，歹天气重伤农业，造成3年来民众订开立蔬菜水果的钱加要7500块。理财专家表示，真正是超级有感觉。我们的薪水不涨的同时，买菜比较贵这件事情，直接排挤到我们其他的家庭支出，例如小朋友的教育经费。安尼现象嘛出现伫日本、韩国、欧洲学者指出，极端气候冲击到日本的米，佮韩国的泡菜。
Cabbage prices, very important for kimchi in Korea, increased by about 70%. So a very staple, important good for Japan, with increases of about 50% over a few months. 绿色和平呼吁要积极来检讨，对此环境部表示，甲政府的目标相像，有关农损造成农产品价格提悬，是不是会当直接定义成通膨，有待商榷。气候变迁所造成的这个物价，可能通膨的问题呢，其实需要长期的观察，所以需要更加小心，才能够论断这个通膨所造成的一个幅度。环境部表示，针对物价波动，政府相关单位拢有咧关心佮有应用。这届绿色和平的研究是依据计厝的资料，逐个月支出8万块的家庭所受到的影响来计算。电费增加是设定面积40.1平的家庭，厝内有5台冷气，一届开2台来计算。公司新闻林建梅配合做台北报道。过年要换新钱包红包，今仔开始有8间银行提供换新钱的服务。今仔早起就排队排到落长咯。另外来看股市今仔早起嘛开红盘，收伫23266点，是起118点哦。分析师是表示讲，即摆市场是真乐观，所以大家愿意甲股票留到过年后。一塔新台票，交互民众农历春节特别降费，传统方式就是包红包讨结条，包含台银、土银、合库银等8间金融机构，456间分行，29到24个营业日开放换新钱。基本上所有面额都有换到，因为2200比较难换啊。对啊，提款机怕有人又存款进去拿到又旧钞。习惯都排第一啦，那喜气洋洋啊，热闹啊。民众惊换无第一天就赶到现场，有银行主管是提醒，点击换钱高峰期是伫银行多开门，中昼休困甲下晡3点半关门进行。若用隔开这时间，应减少排队时间。毋过爱特别注意，央行有限制100块，每人限换100张，200块才其他金额照量来进行。若换钱需求量伤过大，应加排几摆。另外，同款红记嘅也有20日，台股早盘大盘开悬23203点，起55点，上悬到23337点。台积电开盘1115块，相关有到1135块，市场是真乐观。未买指数也大涨超过1%，那这也可以看出说，现阶段其实说投资人对于未来的行情氛围，或者说年后的行情，其实是比较有信心的。分析师点出，顶礼拜台股已经出现一波修正，目前风险相对较低，无出现预期当中的年前卖股的状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文旅部17宣布要开放福建、上海的团客来台湾团体旅游。有旅游业者是表示讲，上紧过年后，就有上海的彩线团会来台湾。也不过，观光署是表示讲，目前是还未接到相关的消息。疫情了后，虽然两华旅游还未恢复，也毋过中国旅游业者自去年起积极来台参加旅展，两华业者互动真接。这个月17，中国文旅部宣布最近开放福建、上海团客来台旅游了后，咱个业者也对中国业者发出邀约。由上海旅游业者组成的彩线团，相信会伫2月来访，那相信会为两华旅游破冰。希望所有的观光不要以政治作为前提，其他的国家的旅客或其他的地方的旅客要来到台湾的话，那也应该不要受到太多的限制。对上海彩线团特别来台，观光署长周英辉回应。也无法度证实。根据了解，这摆彩线团由咱国业者、相关工协会邀约，佮协助送件申请，流程拢在进行。来台天数是6至8日，行程佮疫情进前陆客团产品共款是宽度，也毋过台北会安排加一寡景点。入境业者其实都已经准备了很多的入境的行程，朝向长天数。至少6天、7天，甚至于8天环岛，大致上是以这样的行程为主。还没有经过官方的核准，但是业者的筹备工作其实都在积极的在准备。另外，咱国观光业当面临欠工的问题，旅游业者评估初期若只开放上海以及福建2地中国团来台。接待量应该是有够。另外，团费的部分，因为疫情了后，各项成本拢起，一定会比疫情进前的团费来得悬。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川普会伫美东时间20日中昼12点，台湾时间21日透早1点就职，将临的头一日会签署超过200项的行政命令。川普昨伫一场就职前的胜利集会，针对TikTok就是表示讲，美国爱有一半的所有权，嘛讲到以下停火的功劳。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嘛伫活动上台去讲话。意大利电视3号放出来以色列临时的相片，担任川普中东特使的魏科夫参加准总统川普就职前一天，伫华府市中心体育场举行了一场竞选式的胜利集会。川普发表演说，大声喊成功甲国家抢回来，宣称以色列甲哈马斯停火，是因为因得到历史性的胜利之下，才有可能实现。川普也预告讲，就职迄天会签真侪行政命令，包含延长伫影音平台 TikTok 唔买得禁的法案出售的期限。We need to save TikTok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a tremendous. Who in this audience goes with TikTok? Many? Yeah, very popular. And frankly, we have no choice. We have to save it. A lot of jobs. We don't want to give our business to China. We don't want to give our business to other people. 川普期待以美国合资的企业占50%的所有权来解决 TikTok 的问题。在内部的官员是表示，川普上任头一天，按算要签超过200项的行政命令，包含限制移民、提关关税、放零能源管制、到加密货币监管等等，创下破纪录大规模的优先政策。科技龙头马斯克特别担任川普政府效率部的共同领导人，也伫集会带伊的后生来登台。This victory is the start, really. What matters going forward is to actually make significant changes. 各地讲来装地区真强的寒流，一步一步侵袭全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讲，华府20日的高温敢若摄氏零下6度，创下总统就职新低。不过，川普的支持者有关真热情，有真侪人在排队，等要入场参加胜利的集会。I'm here because this is the best day ever. The shit show's over. I don't know if I'm allowed to say that, but I'm excited to see Trump back for my kids struggling. 各地寒流来袭，互就职大典对室外改到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来举行。正做1985年前总统雷根第2个任期就职了后，40年以来头一届选到室内举行。美国国会就职典礼联席委员会表示，这届川普的就职典礼，大多数有票的贵宾无法度管理，敢若国会议员甲有总统舞台立场悬的人会当出席。面对这届就职大典，维安机构也非常谨慎。对国会大厦到白宫，四界拢会当看到哪吒甲罗章。当地警局增援4000名的警力，国会警察也增援1000人。着警局指出，大约有2.5万名执法人员伫现场，确保就职典礼顺利进行。国视新闻为人报道。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停火协议19生效，哈马斯放出3个查某人质来交换以色列90个巴勒斯坦的犯人。另外有几啊万的有老无厝的巴勒斯坦的人嘛要回去故乡咯。头一批送领导救援物资的630多台卡车嘛尽力加杀走廊。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护送之下，和哈马斯拔起关471天的3个女性的人质，戈兰斯坦布瑞特、达马里得到自由的第一站，就是去以色列南部的病院接受健康检查。看到真久无看到的亲人，正激动男做伙欢喜甲哭。医方初步检查过后，对我表示3人健康状况正好。不过达马里被绑票迄一天失去2支镜头啊，到手明显因看到目有水泡。I'm happy to report that they are in stable condition that allows us and them to focus on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now is reuniting with their families. 以色列电视台专程直播人质得到释放的过程，特拉维夫国防军总部的广场有几啊百人透过大荧幕咧看，人质出现的迄一刻，现场响起闹一个欢呼声。以下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哈马斯每释放一个人质，应交换30个以色列手头巴勒斯坦犯人。20透早1点，90个巴勒斯坦人坐红十字会巴士计条送离西岸以色列奥夫加加。
车队赛节贝图尼亚时阵，现场大批群众响起闹热欢呼声，街路各放烟火，每一个行出巴士的人，无论男女老幼，拢被当作英雄对待。另外一方面，几夜晚有路无厝的巴勒斯坦人19开始启程上北，中心面对一片如苍苍家园。还有第一批分送人道救援物资的630多台卡车，在迄一天也顺利进入加沙走廊。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大学学测今仔考落尾一日咯，是考数学 B 甲社会，主要拢是文组会采集科目。数学 B 的考题，学生是反映讲出了正生活化，算毋是讲介困难。高中家长的加油团一透早就到考场外为考生加油，甲因支持。大学学测进入第3天，考试科目是数学 B 甲社会科，是文组的重头戏，学生拢是真认真。有袂少志向是理工科的学生，是为着加增加填志愿的机会，积极到场考。老师说顺便考一下，就一起来考啊，没有胸有成竹啊，就来考一下，体验一下气氛。最主要还是想用数 A 的、数 B 要只是考一个顺便。1-0两起来，考生进入教室做好考试的准备。考试开始，学生也拼全力来考，家长也到场陪同关心。一类组如果说考一类组的科目，他可以填的志愿就可以填到一类组，所以增加录取的机会。根据大考中心的统计，数学 B 已经有接近10万名的考生来报考，欠考率是4.29%，比去年下降0.22%。大考中心分析讲，这届数学 B 的考题内容是展望未来的科技，出材是真全面。生活情境的试题能够让学生快速的进入情境来答题，计算量适当。多数的题目可以在清晰的观念下，利用1到3个步骤可以得到答案。大考中心也强调，考题个用下包含运动比赛、抽奖活动等等的生活情景，营造生活当中的数学氛围。因为包含附带等学校、医学系拢采集社会科的成绩，除了文组的考生，也想要做医生的学生，对搁再来的社会科也是真认真来面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去年初实施，要满1档咯。也毋过，所有民间团体质疑讲，虽然经费甲卡手有增加，也毋过实际保护服务的人数却只占全部案件的60%。佮指出讲，进前方欠决的死刑犯黄林凯一案，受害者的家属嘛拢无受到辅导。跨部合作，案件不漏。大社花口号表达诉求，民间团体20召开的这场记者会，对环保协会的组织运作提出质疑，尤其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新法上路1年，经费电力资源拢增加，也毋过成效亲像有待观察。环保这1、2年来做的是什么？办了很多活动，但真正有让犯罪被害人或他的家属觉得有帮助吗？新法上路了后，预算大增加，为1.7亿变做3.9亿，也毋过实际保护服务人数，和民团点出只占全部案件60%，有冤有被害人甲家属互闹交，更加有学者以顶治欠决的死刑犯黄林凯举例，就其被害者家属无得到妥善的辅导。他说，这10几年来，他没有一天睡好。只有在执行的那一天晚上睡好。犯罪被害保护机构所存在的价值，就是在陪被害人或是被害人的家属。几啊名学者关注环保协会的一大问题，就是知名度不足，和真侪被害人甲家属根本就无清楚有这类的单位会当协助，甚至咱国民众海外被害了后，得到的补偿金件数也是0。也毋过环保协会回应，相关工作拢有做，外界有误解。为什么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对于被害人的一些团辅啊，或者是私底下的一些活动？无非也就是希望是说，这些被害人好能够健康走出去。除了环保协会运作引起外界讨论，也有立委提案删除矫正署1亿预算。也毋过，矫正署发声明，万一预算删减，恐惊对减速介护、高再犯风险的犯罪者治疗等层面，拢会产生影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卫生福利部12月底提出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草案，规定讲槟榔业者都要登记核准，才会当卖槟榔，嘛要配合政府的检验。有真侪槟榔业者是真不满哦。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草案毋是要禁止产业，是以辅导为主。一粒一粒的槟榔对机器连落来，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每当拢有超过8000个民众得到喙空癌，伫咧男性癌症当中排名第4。为着要维护个人的健康，卫福部伫咧12月底提出来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草案，其中有2条法规引起槟榔业者的反弹，一个是卖槟榔需要登记核准才会使卖，第二是槟榔担要随时配合政府机关的检验。啊，你无啊，你要留税金？要要钱哦，规矩在山顶要叫家己去捡啦。你槟榔摊那边实施药检下去的话，槟榔摊要追溯到源头嘛，你源头这边你要，变说你源头这边就要掌控好啊。对此，卫福部表示，伫去年12月底公布草案了后，就收到真侪建议。卫福部强调，并毋是要禁止槟榔这个产业，目前敢若是比较危害防治法，禁止卖予未成年甲有心的人，含特定场所袂当食槟榔。目前草案伫咧预告阶段，卫福部强调，最近会邀请相关团体进行讨论，预告结束了后，会参考各界意见，确定修法的方向。大家这么担心以后啊，那就请。他可以我们现在是在预告嘛，然后可以请他来，或是担心的人可以来投意见啊，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针对卫福部的回应，槟榔业者表示无法度认同，认为预告期收过底，无法度互因准备的时间。伊嘛结合全台农民、中盘商、槟榔达组成一个槟榔产业团结联盟，会伫2月10号来到台北抗议。对此，卫福部是表示会当理解槟榔业者的心声，对种槟榔农民的影响，未来嘛会甲农业部斗阵讨论完善的辅导措施。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昨暗头啊，高雄火车头天崩区东边的林园道有2台脚踏车烧落，这2个民众拢轻伤哦。也毋过现场所有民众反映讲，伫落街时，林园道佮车道拢向变矮，实在是真危险。早起干务单位嘛派人去勘查，会来研究讲看要安怎来改善。脚踏车倒去起诉送病院，19尾仔一个16岁少年仔伫公车站天崩区东边绿园道，骑脚踏车要落街时，哪像袂赴打洞啊，甲一个7岁骑脚踏车的查某囡仔相撞。当场有造成红姓男子的手脚擦挫伤，罗姓女子大腿轻微的擦挫伤，皆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地点伫公车站天崩高雄荔枝区附近，荔枝区2边串联北面的绿园道，拜六礼拜定有人来这骑脚踏车散步。最近有民众反映设计不良，为落街角度看，行到北面的时出现白线道线结构，滴输路的2边缩矮，搁有脚踏车会骑去人行道，造成行路的人危险。人行道入口也有90度转弯，民众若要刹轮椅，有影介食力。因为又下坡，速度又快的话，可能刹不住。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受伤或危险的事情。铁道局南工处表示，车站天棚中央有地下棚坎，紧急道线出口要闪过，才会角度缩矮。20早起经去会勘讨论改善方案。地下隧道的紧急逃生口的阻挡，车道的部分会有不顺畅的情形，那旁边的人行道也会比较窄。那绿园道的路幅这么广，它其实可以做人车分道，就是说这次发生事故的这个路口，它左侧应该就可以做专用的自行车道。主管机关表示，人行道缩矮问题会甲北平71期市地中卫计划道路人行道整合改善，最近会先完成脚踏车路的改善。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桃园航空城是全台湾上大的土地征收案，目标是明年的年底住户拢搬走，安地主体嘛特别起好了，要拼今年的4月份会当分配来交厝。有部分的安地户是真烦恼厝的品质甲贷款的问题，所以有议员就要求市政府都要协助来解决贷款的问题。全新大起火大楼离高铁青埔站无到1公里，才是航空城 A18安地主体，咧进行工程验收，陆续申请使用指标审查，要拼今年4月分配办理并将验厝、善款登记加转移过户。老人家又没有办法贷款，因为那个资格他没有固定每个月的收入，那95%大部分应该是都要去借钱来付吧。贷款的问题。然后让我们到现场去看房子，让我们这些安住户才能安心嘛。
主题厝大班起1845户安置主题，特别过年啊，毋过安置户这个年过甲无轻松，有那烦恼厝的品质，也烦恼贷款的问题。议员也呼吁主题周边的道路5大工线爱持续完成，才可互民众带入去。工程目前正在进行收尾的阶段，验屋以及消防勘验的动作，预计在今年3月底前，全数的安置住宅会取得建筑使用执照。针对安置户烦恼厝的品质，主题发展处表示，在工程品质方面，对人起的时阵，一直要求以外，10月开始甲民众分批进行验厝，甲进行问题改善，才会付尾款完成点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中天津的年货大街哦，有民众买到过期卖一档的糖仔饼，有民众嘛反映讲哦，现场拢无标价，价销拢凊彩发。食安处派人去稽查，当场嘛查到超过5公斤过期的糖仔，店家嘛收到罚单。人济客来客去真歹行，台中规模上大的天地年货大街呈现高人气，也毋过才拄啊开始一日，就传出有摊商卖过期的糖仔。这粒澎湖糖有效期限到2024年的2月，过期卖1年，也有这个苦草糖，这个月2日就到期啊，卖到民众不满破旧网，一直讲离谱。就是当下，就是我把它拿起来吃了，然后就是认真看，发现上面写的2024年。才就认真找，才发现总共有4颗是过期的。民众也指控摊商本来经几样糖仔少少一地称重230，头家随手加几粒糖仔就讲算250，黑白加关介绍，甚至比一般店家较贵。可能就回来再问一下店家这样，对，跟他阿 Q 一下。实际去民众指控的单位，当爱表示100公克59块，生理袂歹，业者也回失咧，表示卖的糖仔种类900种，只是疏忽将过期品放起哩，消费者会当摕来退回补偿。相关主委也当场要求将问题商品摕落来。甲这样来看，歹势。你唔是歹势，你爱收起来。等下卫生局要来检查，你来检查就会罚款。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食品业者不得贩售逾期食品。本案3处已入案前往稽查，若查获业者贩售逾期食品的情事，将依法裁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锾。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已经派员稽查当场查获过期糖仔5点多公斤，除了全部查扣，后手会以食安法规罚6万至2亿罚款。对商品价销相关，相关主委讲糖仔来源无同，价销落差大，建议消费者详细看商品标价，会当由市场机制来决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农历过年放9日哦，过年拢会食甲真青草、真澎湃，嘛无一定会运动。台东马街病院的中医师就提醒民众哦，食食就要限制，嘛要注意。那出门真塞车，还是讲伫厝内坐上久咯，会当做一寡简单的运动，甲抓铃来消除疲劳。过年要到啊，餐厅业者当咧准备民众预定的年菜，菜市场也有真侪人开始买过年团圆的食食。毋过大鱼大肉食落去，可能造成身体无爽快。台东马街病院的中医师提醒民众，要先知影家己的体质是冷还是热，有准则甲物件食好着，都袂损害着身体。那你自己测验就是说，你喝点温开水，你就会比较舒服，那你就是寒性体质的。一些瓜类的。芹菜类的或是空心菜，那是属于比较冷。像寒性体质的人吃了寒性食物，那个循环会更糟糕。今年过年的假期有9天，民众有可能想要出门佚佗，不过长途塞车甲塞车可能会造成肩胛头、颔棍佮有腰的酸痛。医师也推荐右手佮踮胸坎、春轮的动作。记得要翻掌才有效，才能够把这个肩膀的肌肉打开来。我觉得非常舒服，就是把我整个肩跟颈整个舒展开来。医生也推荐饲手的合谷、双八蛇佮羊角血，会当疏解颔棍甲腰的酸痛。不过饲也有技巧，唔通受伤。腰部疼痛可以压这个阳骨的位置，那轻要柔要深，慢慢压就不会受伤。过年期间，民众也可能一直背手机造成身体筋肉无爽快。医生建议讲，会当做抓铃、饲黑刀，或者是倒伫涂骹做春轮的运动来疏解酸痛。
不过医生也提醒讲，过年食物件千万唔通一直喝一直推，也要运动甲春轮，就会当过好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逐当的11月到过当的2月哦，菜鸟仔鸟会飞来台湾过冬。这个季节嘛，拄好是婚姻关土豆在大出，所以这款豆鸟嘛，互叫做土豆鸟。昨午进行普查，咱全国土豆鸟的数量是有16000多只，伫婚姻关哦，都有13829只，嘛创新高。若要认出土豆鸟，就是认伊的头冠有一撮长长的毛翘翘。每一年在11月到过当年2月，拢会飞来台湾过冬，因为常常捡伫拄收成的土豆产粒，才会放号做土豆鸟。今年1月19，土豆鸟普查数量搁再创新高。今年土豆鸟大集合活动，有喜爱鸟类的志工在云林、彰化、宜兰、台中、嘉义及花莲等地，总共记录到16029只，其中以云林13829只为最多，并且创下历年纪录新高。云林野鸟学会表示，学会对2009年开始推动县内土豆鸟普查，2012年扩大到其他县市，2024年普查数量超过1万只，今年搁再增加到16000只，其中超过85%的土豆鸟都是捡伫咧云林县。小便痕它对我们所观察对农药跟土壤的有机质，是还算蛮敏感的，所以当我们农民的一些农作它的改变。它农药能够去使用农药能够去符合农改场的规范，那化肥可以减少使用化肥，比较会想要来到我们这个栖地活动。云林野鸟学会表示，过去农民若看到土豆鸟，拢会认为讲是咧破坏农作物，会去甲赶。经过这几年的推广，即马嘛有真侪农民开始咧关心环境生态，重视喷药啊相关规范，对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未来机器人哦，嘛有亲像咱人共款，真敏感的触觉。中兴大海研究团队宣布讲，因成功开发出一种模仿咱人类触觉的智慧皮肤，其中的电子元件会当做甲亲像头毛遐尼幼，感应嘛真灵敏哦。未来嘛当用伫假骹、假手甲机器人的顶头。它一个压力时，给取讯号，然后讯号传到我们人工神经装置以后。经过神经装置进行过滤，把手持伫咧感应装伫顶头，荧幕的部分就会当判断定位伫人类会当感受到的频率，可谓是装置内面的触觉感知器。国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触觉受器，唔会当感受到正轻微的压力变化，也会当有幼弱的触觉反应特性。力可以转换成电讯号，所以在电讯号里面的处理里面，我们就可以模拟像大脑它在处理外界刺激的一个讯号方式去做讯号的呈现。林淑平表示，这款受器是模拟人类，主要是接受到这触觉的脉曲耳盘，除了会当将人类的感受频率精准定位伫咧11到12赫兹，也会当压制其他的杂讯，让受器变更加敏感。英国一个受器元件大概是一支手机的大小，新的元件会当缩小1000万倍，敢若2支头毛的切片遐尼看尔。研究团队表示，讲这个应用会当大大的扩张。我们至少要模仿这个触觉的功能，那是手上所有的嘛，手上本来就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实现化。你要先能够 touch 到，那才能够 touch 到，然后能够理解这样子环境所带来的感受。那渐渐的，那后面当然有蛮多嘛，如何进到脑里面。林港富表示，透过受器分析出人类触觉系统的慢适应行为，会当将元件引导到电子皮肤、精密的手骨，也有机器人或者是电子手骨的触觉应用。透过材料和医疗科技的结合，让应用范围变更加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